即马受到这台美关税影响，真侪企业呢是来实施减班休困，其中是台中市占上侪。今仔日劳动部是来公布上新的统计，目前这全国减班休困的总人数是8543人，比月初搁较增加38个，也是以制造业占上侪。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劳动部昨日公布上新的减班休困人数也有了增加。目前拢总有432间的公司，人数是8543人，比月初搁加34间的公司，人数增加38人。劳动部表示，虽然看起来有增加，不过有53间的公司停止减班休困，拢总有1618人恢复正常的工时。虽然这一次减班休息的人数是缓增，但是呢，我们其实乐观的态度看待，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企业基本上还是会处于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积极的监测。劳动部指出，目前受到关税影响上大的就是制造业，减班休困的员工有8130个，其中上严重的是金属机电业，有6920人，化学工业559人，资讯电子业500人。另外，台中市减班休困全国占上侪，有金属机电业的公司讲，强要挡袂落去，10月底就要开始实施减班休困。我们前一阵子才统计出来啊，它大概少60%哦，从10月底会开始做减班，人数的来讲应该是占70%吧。劳动部指出，目前减班休困的企业和劳工有7社挂适用各样安定措施。有8成以上的劳工会当申请薪资差额补贴。若准有劳工有减班休困，宣布伫咧劳动部公布适用的各样安定措施的产业类别，通参加劳动部的训练，领津贴。薪资差额内，上侪一个月会当领17000多。劳动部希望透过补助来支持劳工的经济和生活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